港大學生會用30萬登廣告，指責黑金政治，全城譁然。無論港大學生會嘅財力同埋時事反應能力，都令市民刮目相看。事緣近日梁營同埋鄉紳飯局入邊出現咗上海仔，搞到糖糖就走去報警，驚俾人恐嚇。同時民主黨就走去報 ICAC。而香港大學嘅學生會亦都喺3月8號同埋9號做咗個有關黑金政治嘅校內問卷調查，仲話大部分嘅同學相信同梁營有關。跟住港大學生會喺3月12號就喺本地8份報章登黑白廣告，包括《蘋果日報》、《星島日報》、《明報》、《頭條日報》、AM730、《都市日報》、《爽報》同埋《信報》，質疑梁振英同黑金政治有關。按業界慣例，喺報章落廣告最少要喺3日之前通知，即係話港大學生會喺9號嗰陣已經決定咗落廣告。港大學生會因為時間緊迫，召開咗緊急會議通過撥款，仲唔俾校報學院嘅成員列席。以往有類似嘅行動，都會用師生聯署同埋向各方籌募經費。今次學生會嘅舉動實屬異常，亦都引起咗社會嘅質疑。用頭條日報為例，刊登一個黑白嘅全版廣告，索價152000蚊。現任港大學生會會長陳冠康就聲稱用咗30幾萬嚟登呢8個廣告，佔學生會1年收入大概16%。唔少網民都質疑港大學生會嘅資金來源，懷疑港大學生會背後有人撐腰，仲要求 ICAC 調查港大學生會。又有網民認為學生會太過衝動，認為民調唔夠科學，問卷嘅設計出咗問題。仲有港大嘅畢業生質疑現任內閣嘅準則，一直未就其他議題登報，點解要針對呢一個江湖飯局呢？有港大畢業生就話已經報咗 ICAC， 仲有港大學生喺 Facebook 發起投票，了解港大學生係唔係同意登呢一個廣告，結果高達90%半嘅同學反對，支持嘅人入邊仲有唔少係學生會嘅成員。有港大學生認為呢一個係黑箱作業，仲鬧港大學生會亂使佢哋啲錢，仲有同學話要發起罷免。學生會會長陳冠康就希望大家唔好將個注意力放喺錢度，以免混淆視聽。我哋擔心，如果你公布咗個金額，喺現階段公布咗金額嘅話，可能會令到社會嘅討論反而去咗我哋嗰個金額個係有幾多，或者來源係點樣。咁呢個係我覺得係會可能混淆咗一個視聽，或者轉移咗整個社會討論嘅焦點。咁樣嘅話，我哋筆錢就使得冇價值。而所謂嘅黑金飯局，最後亦都證實咗係有鄉委因為怕麻煩而講咗大話。本港7間大學嘅學生會亦都發出聯署聲明，要求港大學生會交代事件。